搁再拼到好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台湾队摕到棒球赛的金牌，即马呢，咱国内这棒球运动也长热。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就讲，若准宜兰罗东运动公园的棒球场，这改善的工程会当伫个明年6月来完成。安尼职棒就有机会会当伫2026年的4月踮宜兰来举办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上紧的其实是要等到2026年的2月才会当完工，也毋过因会尽力，互职棒的比赛会当赶紧恢复。选手咧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做打击的练习，不过连续几啊天的大雨，会当看到球场的外野草埔看了无完整，土马是看现现。附近休息区甲牛棚设备嘛真简单。来这看球的民众认为讲，这个情形应该随改善。他应该那个场地在扩充啊，感觉有点阳春。应该要积极的培养那个青少年、青棒、职棒的东西啊。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2016年捌举办职棒的比赛，所发生跳电的问题，了后就无阁安排任何职棒的比赛，地方积极争取复赛。不过因为棒球场的设备设施一直互批评，要复赛毋知爱到伫当时。官府今年顺利向体育署争取到4300万的预算来改善球场的设备。蔡会长很明确的点出，宜兰县政府应该尽速的来整修相关的场地，期望能够在明年6月底前改善完成。提报职棒来场刊。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其昌家立委陈俊武答应讲，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改善的工程乃当伫明年6月完成，职棒有机会伫2016年4月伫宜兰复赛。不过，县府的改善工程上紧要等到2026年2月才会当完工，基层恐惊有配合。这个我想我们会在兼顾我们的设计跟施工品质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来让。促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县府讲会伫兼顾工程品质的前提之下，尽量促成职棒复赛。不过，若是办伫休困日，外县市的球迷恐惊会拄到国道5号塞车等交通的问题。这个做法敢有效益，嘛引起疑虑。县府讲，台62线延伸到宜兰，可行性的评估公路局已经送去行政院，会持续促成这个工程，希望会当解决宜兰交通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高雄市伫10月时阵呢，是有掠到嫌犯